大家好，我係 Echo Chamber 嘅 Vivian， 好開心緣分安排我哋相遇。今日係公歷2025年10月17日，星期五，農曆8月26。今日嘅八字係乙巳年，月有月，己未日。而喺建除12神入面，今日係一個立日。立字有收納、收藏同吸收嘅意思，所以今日宇宙嘅整體能量係傾向於收穫同積累，就好似為一整個星期嘅辛勞做一個溫柔嘅總結同收藏。今日我哋就將呢份宇宙嘅指引完整咁打開，睇下點樣可以過得更順心。首先，我哋嚟睇下今日12生肖嘅朋友仔有咩要注意。今日要特別關心一下生肖屬牛嘅朋友。今日係己未日，你哋嘅生肖地支係丑，正形成丑未相沖。呢種相沖可能會令你感覺諸事不順，尤其喺工作上容易同同事或夥伴因為小事意見不合產生摩擦。特別係1985年乙丑年出世嘅朋友，因為天干都係乙木，運勢嘅波動會感受得更加明顯。不過唔使擔心，與其話係一個難關，不如話係宇宙溫柔咁提醒我哋要慢落嚟化解嘅錦囊。好簡單，你可以佩戴一個精緻嘅馬形飾物，因為午馬同未係六合，可以幫手上合化沖。另外，今日亦可以多啲穿着紅色、粉色系列嘅衣物，用火嘅顏色去生旺你嘅土，好似為自己加持一道溫暖嘅光。有朋友仔要小心，亦都有幸運嘅朋友仔要好好把握機會啦。今日嘅幸運生肖係馬、兔同埋豬嘅朋友，你哋今日喺人緣、事業同合作方面嘅運勢都特別強，尤其係屬馬嘅朋友，貴人運相當旺盛，不妨主動啲約下客戶或者好耐冇見嘅同事食飯傾偈，唔單止可以增進感情，更有機會喺輕鬆嘅氛圍下促成合作，帶嚟意想不到嘅收穫㗎。跟住落嚟係一個好實用嘅生活小貼士，關於今日嘅幸運方位，想增強財運嘅朋友，例如想傾生意、追數，甚至係約朋友打麻雀，都可以留意一下。今日嘅財神爺喺正北方，向住呢個方向進發，可能會順利啲㗎。如果你想增進人緣或者令感情生活更加甜蜜，就要留意喜神方位啦。今日嘅喜神喺東南方，多啲喺屋企或者辦公室嘅東南方活動，例如喺嗰度打個電話、飲杯茶，都有助你吸引喜悅嘅能量。除咗方位，時間嘅選擇都好重要。我哋嚟睇下今日有邊啲機會之窗，同埋需要靜落嚟嘅探查時間。今日嘅吉時有3個，第一個係清晨嘅乜時，朝早5點至7點，呢個時間好適合做啲晨運，或者靜地為全日嘅工作制定一個計劃，會令你思路特別清晰。第二個係巳時，朝早9點至11點，呢個係今日嘅黃金時間，能量最強，非常適合用嚟開會、洽談生意，甚至簽署合約，你會感覺到事半功倍。第三個係下晝嘅3點至5點，申時，呢個時段適合處理手頭上嘅收尾工作，或者向上司匯報進度。你嘅努力好容易獲得讚賞同肯定。至於要溫馨提示一下嘅時辰，第一個係凌晨嘅1點至3點，丑時係今日嘅上沖時辰，精神狀態會比較差，應該好好休息，避免做任何重要決定。第二個係傍晚嘅5點至7點，酉時，臨近放工時段，人多車多，心情容易煩躁，無論係揸車定係過馬路都要特別留神，亦都要避免同人發生口角。我哋每日嘅運程其實都受到天上星神嘅微妙影響。我哋嚟解讀下今日嘅星神啟示。今日嘅天空有好消息，有2位吉神照忽。第一位係月德合，佢代表有貴人喺背後默默扶持你，做事會比較順利，尤其容易得到女性貴人嘅幫助，所以遇到困難不妨向身邊嘅女性長輩或者朋友請教。第二位係玉堂，佢係一顆有利於學業、事業同正財嘅吉星，特別係從事文職、創作或者教育工作嘅朋友，今日會特別有靈感，但同時亦都有蒼星提醒我哋要注意人格。代表今日人際關係容易出現一層睇唔到嘅隔膜，同人溝通嘅時候記得要多一份耐性，講嘢清晰直接啲，以免產生不必要嘅誤會。另外仲有土符，同土地、房產有關嘅事要特別小心，例如裝修動土、買賣物業呢啲大事，今日就容易出現阻滯，最好另擇吉日。最後
我哋總結一下今日最適合做同埋最應該避免做嘅事，作為你嘅行動手冊。因為今日係臘日，所以非常適合做啲關於吸收同累積嘅事，例如祭祀、拜祭祖先神明，係一種感恩同接收福澤嘅行為，好似儲蓄、收返人哋嘅欠款，或者買入股票資產、入學、報名參加課程、拜師學藝，為自己嘅知識增值。另外補足喺現代嚟講，可以解讀為打掃、整理家居、將雜物收拾好，都係一種能量上嘅收納。但係一啲付出性質或者帶嚟大變動嘅事，今日就最好避免啦。例如嫁娶、搬屋、安葬呢啲人生大事，氣場唔穩定，同埋出行，即係長途旅行或者出差都容易有阻滯，唔太建議。總括而言，今日只要保持一個務實、低調嘅態度，將專注力放喺鞏固同吸收，減少不必要嘅付出同變動，自然就可以安然順遂咁度過。希望呢份詳細嘅解讀可以幫到你將今日過得更安然、更有智慧。記住，我哋了解運程係為咗更好地掌握自己嘅人生。祝你今日平安順心，聽日我哋準時再見。